古迹喺首长嘅时节，通常唔会对外开放，除了古迹首长嘅相关人员，一般人过难行检看下究竟。不过，更加睇首长嘅新竹北埔强雅新用楼，在头一摆睇古迹日开放本人一批参观。大家唔单止谈论专业人员，北上人家参观插过嘅活动，通头摆嘅建筑术语，还有文雅师傅亲身来讲来示范。 民众如感受到的一场又难得又色彩的文化盛宴。一行到演的地方就先去两岸全貌，也算来係來參觀古蹟，還係去勞工天咯。佢家位就唔前拆合，保證豐富樣嘅老屋嘅係新竹延天古蹟，用亞新用料，今年3月開始漲。因日本等施工危險，搶木行檢嘅工地，殺去無相同嘅開放民眾來參觀。 好，这个是旧瓦的声音，那个是 OK 的旧瓦，就是说那个旧瓦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手上这一片是有问题的，有没有听出来声音的差异？它这个不清脆，而且是叫浊音啊，那个叫清音。安用嘅用糖嘅就本嚟說牙酸來係用得冇，嗰牙師傅黃用貴，嗰很屯平人工也項功夫嘅優良，順後就太細，用到佢下代嘅口牙，就可以對木等拆下來嘅。下擺一條牙要安用嘅用到盡去，未講到詳詳細細。它這邊瓦片的舊瓦還要留用，所以你看我們在分這個6、7千片瓦的時候花了很多時間，因為你要一片一片去量。 去比對它應該屬於哪一個範圍的那個瓦片，然後再來考慮它以前的工法跟現在我們的環境的需求，去做什麼改變，還是怎麼樣照原來的去做。強雅新係北埔會計組楊秀蘭嘅後台，台灣光復前成立嘅做茶公司，同客家種嘅風茶賣到國外去，也到民國35年起嘅用料。 唔但搶自家吃，還寬體人下，下後強武事業唔順遂，生前第二本元堂。民國102年，強武嘅後代子孫強下用8000萬元囤生前買回來，因為府嘅流水結構馬落殼嘅一下真體漲，雖然一下去看個廠去工地用嘅，唔過還係看得出老屋嘅有業派頭嘅。這朵是舊的，師傅跟我打包票說絕對不會弄下來，就他弄下來了。 就弄下來之後，發現後面不是整個灰泥，它是水泥，然後接下來外面再塗灰。然後這個東西在日本的說法是叫做70雕刻，也就是說灰泥的雕刻。那雕刻完之後，我們可以看到這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每一朵花都長不一樣。天棚行用嚟做看這樣嘅東西，一眨眼看到冇乜嘅差別。用電腦比對過後能發現，特別舊嘅長度都冇共用。為咗囤老布嘅長度囤頭擺共用，印刷公司真應該用心。那我們就請我們的這個泥塑的一個匠師，一樣用開模的方式，它只是模子做得稍微小一點，然後在最後整修的時候，再用人工一個修飾的方式，再去把它。 恢復到原來一個樣子，我們是盡量以原工法，然後原設計、原材料去恢復它原來的原風貌。樓上這兩間呢，顯示出很多這個東方的元素。我看這邊，這個雕花那個是蝙蝠，對不對？嗯。啊。那鏤空的雕刻是。 中國嘅後代子孫帶領民眾去屋度參觀，木造嘅雕刻改等陣，講究通風嘅巧妙設計，看到民眾見工真見望實見怪。因為它這是洋房，然後跟我們平常看，我們平常都會去廟宇那種看，就是這種結構又是不一樣的，所以就覺得說還蠻新奇的。好，來先停一下，好，先停一下，一個樓梯不要站那麼多。稍微有點間隔，稍微有點間隔。 上去的時候2個人一塊踏板哈，一塊踏板就站2個人就好哈。民眾一嚟北上鐵架背後，愛去到木蛋糕，看到亞東用嚟為建築有按到馬嘅奧比。日治時代是一個比較大量採用的洋甲屋的方式，這是以早期是從荷蘭、西班牙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在用了。
木当嘅牙就快擦下來，存到愛改牙為角嘅，將估計嘅驗錯公司調價就提給同大家解說。到底要解說導覽到它的深度要到多少？我們也很擔心是，民眾對我們的瓦作，有時候談得太技術性的東西，不一定他們能理解多少。所以我們也在這個過程裡面在學習，我們要怎麼樣把我們技術性的東西用一個比較生活化，或是一個比較淺顯的表達的方式，讓民眾可以來共同來參與我們這些以前的老前輩。他們在設計這樣的一個東西是怎麼去呈現這樣一個東西？這次就是剛好有機會可以看到修復中的那個東西，就是很開心這次有這個機會可以看到，就是完全都還在整修的那個古蹟的部分，這樣。當地嘅整個古蹟本來就唔開放本人參觀，我強迫後台諮詢屯整古蹟嘅建築公司，才按好當開放本人落去看。屯而看做係一種認識文化嘅素材，本人做得行夾落去。這樣的一個工地，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文化的場域，我們把它這個修復的工程，我們把它視為是一個文化活動的一個扮演。所以，我們不管是導覽的活動，或是我們修復的工程，每一個環節，我們都把它視為一個文化的活動。整修的過程當中，會看到那個裡裡外外嘅小細節，全部看得到。那個記憶深刻，平常去看嗰個古蹟，專門看個長好好嘅，總會看到批停，看唔到肉啊。所以你下個整修嘅過程，都要看到肉，還看到骨，哦，那平常記憶挺難的。還記唔看那觀眾呢，佢都非常有興趣，那個效果挺好，連聲音都挺有興趣。將用料嘅工廠按照明年年中將會整好，到時節會用用牙線經驗官嘅名義來公開。自家太入太熱，白普茶壺用牙線嘅故，就會繼續睇亞東用料流傳下去。